看到这台中的南区有一档建安工地在起伫咧拆营架时阵，说是规个放落来，有2个工人对顶头摔落来，现场就无喘气心跳。送到病院了后，又原是救无回来。这市政府是认为讲伫咧拆时阵无遵照法规来做，而且物件囤了伤过济、伤过重啊，先甲这业者罚48万，也下令停工。 顶悬厝架部分落来地面停真侪台救护车，台中市南区福田路福田寺街口一个建案，23早起9点左右传出公安意外，现场咧拆厝架作业，其中有2个工人不明原因为13楼厝架落来地面当场乌卡，另外2个工人分别为关楼层甲1楼，拢互厝架工伤意识清楚。 集合住宅大概500多户，我们到现场的时候，其实救护车都已经来了。目前救出的时候是2名躺在地上是没有生命征象的，那有2名，一个是全身有多处的擦伤，另外一个有大腿骨折的情况。那我们有用救护车赶紧送他们至医院。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，4个男性工人拢是本国籍，分别送去3间病院抢救，其中2名乌卡伤者救无回来。工地负责人表示，拆厝架是由外包厂商咧做，按算工期2个月，工人拢有挂安全带甲防护措施。基本上我们都有那个全背式的安全带做防护措施。看我们上面也是有的一条母锁在那个。 给他们工班拆家要做的安全防护。如查明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规的一个事项呢，会予以处罚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。台中市府表示，经过会同台中市各部工程技术工会会勘，初步判定拆架过程顶部壁连骨已经拆掉，而且施工架囤伤过济物件，因为超重，后人员落落去已经命令停工。各条违反治安法甲建筑法，各开发业者30万甲18万。爱等到改善完成这项复工，后续也启动职业灾害劳工各项管理服务机制，协助伤亡者家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